Hello，子日，同你玩個快問快答。係，拍劇攰啲定係湊小朋友攰啲？其實兩種都係體能嘅大考驗，兩樣都攰。不過湊小朋友嘅開心係冇辦法取替。嗱，下一個問題你一定要二選一㗎吓。好，你想要無敵靚仔定係無限體力？靚仔我有少少，我揀無限體力，因為有氣有力就可以由內靚到外，keep 住狀態先可以撐得起家庭同埋事業㗎嘛。咁你想精神啲嘅時候，你會飲咖啡定係食 supplement 啊？我會揀食 supplement，飲咖啡短暫提神係 OK 嘅，不過我覺得咩年紀都好啦，都要識得養生。男女只要腎氣足，幫身體打好個底 ，energy 自然就會 keep 得耐。咁你有冇邊隻 supplement 可以推介俾大家啊？有啊，就係中港銷售 No.1 嘅樂道海狗魚屁寶，佢有11種珍貴嘅成分，可以強腰、養腎、補氣血、食月，咩狀態都翻晒嚟啦，夠 power，自然無極限。咦，仲有冇嘢問啊？冇我開工噶咯喎，過咗好多料俾你啦。